继续来到台北花圃新生园区，有这个玫瑰花展，现场有超过2000丛世界各国的玫瑰花。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到这个礼拜六。玫瑰呀玫瑰，最娇美。玫瑰到底有偌娇艳美丽？你看，这是小红帽玫瑰，另外这边是真优雅的白玫瑰，拢有游客修正用相机来翕。脑海中真自然就会出现这个旋律。玫瑰，玫瑰，嘿，我爱你。这样的玫瑰花园在台北花博就有了，像现在这个玫瑰花品种区就有2000株来自国外的玫瑰花，在这个园区旁边还有另一个花海区。想说玫瑰花，哇，有很多非常多种类，然后又很喜欢玫瑰花，所以就来看一下。哎，果然还不错。这花好美啊，很漂亮。然后不同的玫瑰花，我不晓得有那么多的品种哎。这个时阵是玫瑰花开花的时阵，台北市公园处今年伫花圃公园新生园区举办玫瑰展，总共有850种的品种，吸引真济大人囡仔趁好天气。规家伙也带去赏花，这个玫瑰展会展到23，介意玫瑰花的乡亲会使把握这个假期，好好去欣赏玫瑰花。